希望咧可以喺羅馬書裏邊咧可以同大家一齊成長啦。咁咧我真係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你哋咁多人投票揀羅馬書咧？你對羅馬書有咩印象？有咩認識，以致你咁想去揀呢卷書咧？因為呢卷書係我最驚教嘅，咁但係你哋又揀咗，咁點解咧？有啲仲係點解咧？點解揀羅馬書咧？我想問投票嗰度點睇法？有冇投票㗎？我唔係投羅馬書。我就睇下邊個投羅。係啊，快啲我而家睇下。我而家諗緊。冇人答到啊！通常咧冇人答到嗰啲嘢，咁就羅馬書咧，其實咧係一卷咧係好深嘅神學嘅書啦。可能你哋想認識多啲保羅神學啦。咁就揀咗啲卷書啦。咁今日咧，即係其實你喺讀羅馬書之前咧，你真係要認識啲背景，有啲嘅資料咧，你先可以再進入羅馬書嘅。如果唔係咧，你就咁單憑睇咧，你有時都解到經嘅。不過可能未必去到好到位咯。即係知道個背景，你就會到位啲，知道保羅究竟指向啲乜嘢啊，講啲乜嘢。咁咧喺未開始之前，我都想同大家一齊去祈禱嘅。慈愛天父上帝親愛嘅耶穌基督，好感謝你啦！你使用一個咧係真係唔係好有用嘅僕人喺你嘅面前去教導聖經，但係好感謝主你啦！你都會向孩子去講一啲嘅説話。去教導孩子做一個受教嘅人，以至咧我能夠去可以教導聖經，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條件。我盼望聖靈去幫助我哋每一個都能夠成為一個受教者，可以聽到上帝你嘅話語嘅時候就忠心去行，以至我哋能夠得着生命豐盛嘅益處。當我哋願意順服你、信靠你嘅時候，我哋就知道神嘅大能就喺我哋身上邊顯明，以致我哋嘅生命不再一樣。求主你祝福保羅Forward 團契能夠咧繼續向前、繼續成長、繼續成聖，去被你使用，以致我哋呢個團契能夠成為整個教會嘅祝福，甚至係呢個地方嘅祝福。求主你親自帶領我哋，亦都祝福孩子咧能夠真係好清楚去表達我所預備嘅一切，以致咧讓弟兄姊妹咧都能夠得着益處，奉耶穌基督嘅名。講錯咗你保羅傳統。咁咧我會分開7個導向咧，就去解釋呢個導論嘅。咁咧其實咧最主菜咧就係第6點，就係咧同大家一齊睇1至到7節17節嘅。唔知你有冇睇啲問題啦？咁一陣間我想你哋分組去討論嘅，希望有時間啦嚇。咁咧就首先咧我哋會認識羅馬城係一座咩城市啦，有咩特點啊？點解羅馬書會編排喺保羅書信嘅首位？羅馬教會係一間點樣嘅教會？有咩獨特之處？羅馬書嘅作者、成書地點、時間、目的呢啲，我哋讀聖經之前一定要知啦，係咪？咁咧我亦都send 咗一個結構俾大家嘅。咁咧我點樣去定主題咧？我都會同大家講下點解我咁定啦。咁羅馬書1至到17節咧係好重要啦，係一個引言嚟嘅，係一個全書嘅簡介。我曾經講過咧話喺啲17節嘅經文裏邊就係有密碼嘅。點解叫密碼咧？就好似我而家講咗幾句嘢，跟住 elaborate， 即係喺成卷書裏邊 elaborate 出去，一路解釋咯。即係有2個字可以解釋成段嘢嘅，就係密碼啦。咁最後咧就係羅馬書對我哋今日嘅信徒有咩嘅意義啦。咁我就經呢7個方向咧，就同大家一齊去進入呢個導論啦。咁咧當時咧羅馬城咧係一個點樣嘅城市咧？有咩特點咧？首先睇下羅馬城本身先啦。
咁樣好靚啦呢度係咪？咁咧羅馬當時咧係地中海世界嘅首都，即係地中海世界啊，即係唔係成個世界係地中海世界，因為嗰陣時最繁茂嘅就係地中海一帶。咁嗰陣時喺地中海一帶嘅首都當然係勁啦。有冇人去過意大利？去過羅馬？有啊，嗬！即係好宏偉啊，啲建築物好犀利啦。咁咧係當時嘅羅馬帝國嘅心臟地帶，古代世界嘅大城之一啦。咁人口咧有100至到120萬左右。咁咧大家都知道係有啲乜嘢啦，有競技場啊，有公共嗰啲浴場啊、劇場啊，呢啲都唔詳細講啦，因為我有60張 PowerPoint， 我呢啲嘢我就會快啲講啦。咁咧社會，不過呢個樣嘢又要知道喎，社會嘅差距咧係貧富懸殊好犀利嘅，有少數嘅貴族，不過好有錢嘅嗰啲貴族，即係嗰啲元老、嗰啲長老啊、嗰啲元老啊。係享受啲極其奢華嘅生活，但係有大量嘅平民同埋奴隸，嗰啲平民同埋奴隸咧就過着啲好艱苦嘅生活，咁就真係相距好遠。就好似你去到倫敦咧，去到 Oxford Street 咧，你見到有啲好有錢嘅人，跟住夜晚就有啲人露宿街頭啦，成街都係露宿者啦。咁類似係一個咁嘅情況啦。咁咧嗰啲人嘅背景係嚟自邊度咧？羅馬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啦，聚集咗意大利人、希臘人、猶太人、埃及人同埋奴隸或者解放咗嘅奴隸。咁咧宗教咧係都係嗰啲啦，你都知啦，咩維納斯女神啊、希臘哲學啊、神秘教東方神秘宗教啊。咁咧最重要咧就係嗰個羅馬皇帝咧，慢慢當自己係神。咁咧好多嗰啲學者都講啦，佢係要所有人民咧當佢係神咁去敬拜佢嘅，以致咁嘅原因咧，最後呢啲皇帝係逼迫基督徒，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問題啦。咁猶太社群咧喺羅馬咧係相當大嘅人口嘅，估計有數萬。點解咁多咧？係因為咧當時喺主前63年咧。有一個將軍咧，就將啲猶太人咧擄走咗去羅馬，於是咧喺主前63年咧，有好多猶太人咧已經聚居咗喺羅馬啦。咁咧當時咧開始猶太人咧就建造咗好多猶太會堂，繼續去堅持佢自己嘅生活，佢唔跟羅馬人即係生活嘅，所以啲羅馬人咧係好唔中意啲猶太人嘅。咁啊，君王啊，咁當時保羅寫信嘅時候咧，羅馬皇帝就係尼祿，好出名啦呢個皇帝。咁咧佢個在位係大約係主後54年至68年。早年佢都係一個好皇帝嚟嘅，佢跟一個老師一個哲學家咧去管治呢個羅馬帝國嘅。咁咧呢個就係叫做翻譯就係塞內加啦叫做。咁咧就但係後期咧佢就變咗好專制、好奢華，甚至係迫害基督徒。特別喺羅馬大火之後咧，就基督徒就好慘啦，俾佢迫害得好犀利。有啲咧就係掉落獅子坑啊，喺鬥獸場度啊，俾獅子食咗佢，就係做咗呢啲嘢啦。呢個皇帝咁係主後64年開始就逼迫基督徒啦。咁政治結構咧就係元老院啦，但係其實嗰啲都係廢嘅，最重要就係個權力咧就掌握到喺個皇帝嘅手中。不過咧，當時喺保羅寫呢封書信嘅時候咧係好和平嘅，經濟好發達，佢哋係強調好似即係中國大陸咁樣促進呢個商業啊、交通啊、文化交流啊，冇事發生嘅時候都唔錯嘅。咁其實保羅寫羅馬書嘅時候咧就係好天下太平嘅。即係喺好生活安定嘅時候咧寫嘅，咁當時咧都好多羅馬人咧都願意接受福音嘅，所以羅馬教會其實係人數係好多嘅。咁咧大家都知道咧，你睇聖經嘅時候咧，你見到羅馬書係編排喺保羅書信嘅第一卷啦。大家知唔知點解㗎？呢度有寫，咁咧就係編排最長啦。羅馬書係最長嘅，
一路褪落去哥林多前後書到最後腓利門書得1章嘅啫嘛，係咁編排法嘅，係因為咁嘅原因。第二方面咧，佢嘅神學理論係最豐富嘅。咁咧裏邊咧係有講到救恩論啊、因信稱義啊、律法啊、恩典嘅同律法同恩典嘅關係啊、以色列人同外邦人嘅位置啊、基督徒生活嘅實踐啊，係好豐富嘅。咁咧，如果你認識保羅神學咧，其實羅馬書係入門嚟嘅。你想了解其他羅馬保羅書信咧，其實應該係要讀羅馬書嘅，所以大家揀得係非常正確嘅。咁咧，受書對象嘅身份係好有特殊地位啊！羅馬教會咧係一間係好重要位置嘅教會嚟嘅，信徒好多，裏邊嘅人好成熟，因為咧裏邊咧係除咗猶太人之外，即係一陣間講下有幾多猶太人幾多外邦人啦，呢個係好特別嘅事嚟嘅。咁咧裏邊嘅外邦人咧，其實係一班曾經係返猶太會堂嘅外邦人嚟嘅，就好似哥利流嗰啲人嘅，就佢一早已經對呢個猶太教嘅信仰係已經係好有興趣㗎啦，甚至參加埋會堂，遵照摩西律法嘅。咁呢啲外邦人咧係好敬畏神嘅。咁裏邊咧嘅信徒係好成熟嘅，所以咧佢哋嘅地位，尤其是佢喺世界嘅首都啦。咁呢間教會咧係好多周邊嘅教會都好注視咯嚇。咁咧跟住咧早期嗰啲教父嘅編排咧，佢哋都係編排羅馬書喺最頭嘅。咁咧新約聖經咧嘅後期嘅編排咧都係跟教父嘅編排嘅。咁所以咧我哋讀羅馬書咧係認識保羅神學係第一首要最重要嘅。所以咧係大家揀得好啱啦。咁咧羅馬教會係一間點樣嘅教會咧？保羅時代嘅羅馬教會係家庭聚會形式嘅，雖然佢係好多人啦，但係分散嘅，唔係話好似而家羅馬天主教咁犀利啦，即係成個大 building，唔係嘅，佢哋係都唔可以咁揚嘅，都係一個家庭咁樣聚會，但係好多人嘅，同埋裏邊係有一啲好核心嘅領袖，但係就唔係好似教皇咁樣權力集於一身，一個人帶住咁多教會，就有唔同核心嘅領袖。但係可能咧，好似我哋咁咯，得閒啲組長傾下偈咁樣咯，即係開下會咁樣，即係唔同家庭嘅聚會。但係佢哋啲領袖都係好成熟，保羅都形容佢哋係好有信心、好成熟嘅領袖嚟嘅。咁去到下一章啦。想問下大家邊個建立羅馬教會嘅？天主教咧就話係使徒彼得創立嘅，大家認唔認同啊？唔認同有乜原因？天主教係話使徒彼得創立嘅，大家覺得係唔係？係嘅舉手，有一個，其他唔認同。唔認同嘅講下原因，有咁多人唔認同啊！我哋係冇意思，唔知。咁我講俾大家知。咁咧天主教認為咧係彼得領受耶穌嘅託付啦，係教會嘅磐石啦。馬太福音16章18節都有講嘅喎，佢好根據聖經喎。咁咧佢使徒彼得咧就係羅馬教會嘅首任主教，係第一任嘅宗教。咁咧佢解聖經就解到一邊啦。咁彼得真係教會嘅磐石，但係整體教會嘅磐石唔係羅馬教會嘅磐石，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佢咁樣講咧，就當然係個釋經嗰度係唔係最正確啦，唔係正確啦嚇。咁所以咧就彼得就唔係羅馬教會嘅第一任嘅教宗。仲有保羅寫呢封書信羅馬書嘅時候，有冇提過彼得啊？有冇彼得嘅蹤跡啊？完全冇。咁所以咧，如果係彼得建立羅馬教會，
保羅冇理由唔單聲嘅嚇，同佢唔提佢嘅名，咁唔尊重佢，冇可能嘅。咁咧，而彼得咧，亦都喺聖經裏邊咧提到咧，佢自己好後期咧先去到羅馬呢個地方啫，所以一定唔係佢建立嘅。呢個係一個傳說，即係一個天主教覺得啱嘅事。咁咧就咁樣啦。咁羅馬教會邊個建立㗎？阿仁好似知喎。唔知啊。問你嗌個 friend 咯，你邊個人啫嘛係嘛？嚇？成班人可能成個團契，喂一齊搞個教會啊！嗱有冇人知？有冇人知就即刻講啦。Able 係咪知？唔知。咁咧嗱，當你睇到《使徒行傳》咧，係冇講嘅。咁咧就係咧，當聖靈降臨喺一群人，你記唔記得咧？聖靈好似舌頭如火咁降臨喺一紮人嘅裏邊嘅時候咧，咁咧裏邊咧有3000人悔改信主，咁咧就裏邊咧形容有一班住喺羅馬嘅猶太人喺其中。咁估計咧，呢3000人裏邊就有一紮係住喺羅馬嘅猶太人。佢嗰日信咗耶穌之後咧，悔改咗之後咧，就帶住呢個信仰去翻羅馬自己嘅地方，就建立羅馬教會。咁所以咧，裏邊咧好多可能喺會堂裏邊演變成為教會又得，佢哋自己喺家庭教會裏邊又得。咁所以咧就係咁樣而嚟嘅。而當呢班人信咗耶穌嘅時候咧，亦都有一班敬畏神嘅外邦人去參與喺其中。咁咧就係好似哥尼流咁樣啦，佢彼得即係遇見哥尼流啦，同佢傳福音，佢悔改，同佢受浸啦。咁咧佢係意大利人嚟噶嘛，意大利人可能住喺羅馬嘅喎，我唔知哥尼流住喺邊啦。總之就係意大利人啦。咁可能一紮嘅外邦人咧，就同都參與喺羅馬教會嘅聚會，不過嗰陣時咧就係猶太人做領袖嘅，即係咧個地位應該係猶太人好高嘅，因為一來個宗教係源於猶太人啦，二來就係嗰啲猶太人去翻鄉下去耶路撒冷，跟住信咗耶穌，跟住帶到呢個信仰翻去羅馬，跟住先帶啲外邦人嚟參與教會聚會嘛。咁當然係猶太人帶領呢間教會啦，係咪先？咁，但係有一日有一個突然嘅變改，就見到 Donald Trump 啦。咁咧有一個叫做克勞蒂安嘅人咧，格魯雕嘅人咧，咁咧就咧好憎一啲咧爭論，就係關乎基尼斯督嘅爭論，就係咧話耶穌稱自己為基督嘅內容，佢覺得好厭煩呢件事。咁佢一夜之間咧，將所有猶太人咧趕出羅馬城。呢件事咧喺《使徒行傳》18章，亞基拉、百居拉夫婦都有形容過嘅，話佢趕走晒所有嘅猶太人。咁咧喺嗰一日咧，就冇晒，即係喺教會裏邊冇晒猶太人嘅領袖。就其實唔難理解嘅，你見到 Donald Trump 就知啦。咁咧佢一夜之間就定下唔俾有留學生啊嘛。咁而家喺美國大讀得，即係要去做留學生係好難嘅，簽證都唔批你嘅。咁你一夜之間咪大學咪冇晒留學生咯。咁咧好似三一神學院咁啦，即係阿鮑維區牧師嗰間啦，佢都要搬去溫哥華。因為佢收唔到外國個學生啦，已經佢要去溫哥華先收到外國嘅學生。其實就同Donald Trump嘅做法都係一樣，一夜之間冇晒猶太人。咁變咗咧，當啲猶太領袖走咗嘅時候咧，咁就係外邦人做領袖咯喎。咁啊做咗好幾年嘅時候，唔知幾多年啦，10年8載啦。突然間保羅寫信嘅時候咧，其實咧。啲猶太人咧又翻去啦，咁咧當時就對於教會咧有一個好大嘅張力。明明
猶太人本身係領袖，跟住變咗外邦人做領袖，跟住啲猶太領袖又翻去，咁大家就有一啲嘅張力。所以咧，保羅咧就其實都用咗好長嘅篇幅咧去講關於猶太。大家讀羅馬書都知道啦，有好多點咧都係講律法啊，講佢哋嘅相處啊。咁咧其中有幾點咧，保羅就好着重嘅，就係關乎猶太人嘅律法啊，呢個律法咧在基督徒生活嘅位置啊，喺羅馬書第7章啦。咁咧保羅因為外邦人嘅驕傲而譴責佢啦，係有譴責佢嘅嚇。咁咧就保羅着重對信心同堅強者同埋信心軟弱者嘅勸戒，其實就係指猶太人同埋外邦人。咁所以咧，保羅係解決緊教會嘅張力嘅。寫羅馬書其中一個目的，咁我泄露咗呢個目的啦。咁呢係其中一個目的。咁咧當你睇到羅馬教會嘅時候咧，你覺得似唔似 BCEC 啊？嚇！咁咧 BCEC 其實咧大家都知道一啲歷史啦，由張曉芬牧師咧去建立而嚟噶嘛。咁咧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好似 Able 嗰啲咁咧，係咪80-90？我唔知你幾多歲啊，不過80-90年去信耶穌啦。好啱嘅。裏邊咧就有做餐館啦，有外賣檔啦，有留學生啦。咁 Able 應該係留學生啦，阿 Sarah 係留學生啦。咁咧有 local 嘅華人啦，打重複獎 local 華人啦。突然間咧喺近5年啊，有500個好似我哋啲咁嘅 BNO 嘅香港信徒咧嚟到 BCEC， 人數多梗係好啦，教會。咁但係咧，對於舊嘅肢體咧，其實都係帶嚟不知所措嘅衝擊嘅。不過咧，對於 Able 可能係一個衝擊，好嘅衝擊，但係某啲肢體可能有啲冇咁理想嘅衝擊，都係有衝擊。咁咧其實咧會產生人與人之間嘅張力嘅，呢個係一個好正常教會嘅事情嚟，唔好覺得好負面啊！咁咧仲有BCEC 裏邊咧有3種語言嘅肢體，有英語、國語、粵語。講國語好似 Sarah 呢啲咁咧，又喺馬來西亞嚟嘅，又喺中國內地嚟嘅有啲，咁亦都有啲講英文嘅BBC 啦，即係喺度出世嘅華人啦。就算啦，大家都係講廣東話，住喺幾十年啲 Crystal 呢啲咧，同我哋嚟幾十年，同我哋呢啲香港嚟咯，好幾年嗰啲諗法可能唔同嘅喎，係咪啊？即係咧諗嘢嘅差異都有喺度嘅喎。咁咧亦都嚟自香港呢啲咧，我哋呢啲咧都係不同宗派嘅喎，有啲係禮賢會啦，有啲係平安方堂啦，有啲係浸信會啦，有啲宣道會啦，大家都唔同嘅喎。咁咧最獨特咧，其實我嚟到咧覺得好奇怪嘅。當我聽英文堂嘅時候咧，點解講美國音嘅嗰個？雖然我啲英文好啊，都係分到 accent 嘅。咁樣點解？牧師講美國話音嘅？咁其實咧，我哋雖然咧個個都係黃面孔啊，都係華人，咁但係係99%，都有啲白人係即係翻嚟我哋教會啦。但係好多文化背景都唔同㗎，有馬來西亞，有新加坡，有香港，有喺度 local 華人，真係好多㗎。要去合一啊，難過登天啦，係咪？即係我喺香港牧會啊，大家一齊同一個宗派，一齊成長，喺香港大都咁難啦。咁你諗下 BCEC 有幾難？好難件事㗎，你問下 Sarah 知啦，係咪？咁咧只有神嘅大能、神嘅話語、聖靈嘅工作，先能夠化解人與人之間嘅張力。因為保羅寫羅馬書都係有呢份嘅心腸嘅。佢用嘅咩方法咧？就係用基礎嘅神學、清楚救恩嘅論述、聖靈嘅工作，到人生命嘅感化、群體生活嘅榜樣，去化解羅馬教會裏邊外邦信徒同埋猶太信徒之間嘅張力。咁咧，神嘅大能咧，其實係唔單係化解張力嘅，唔係去到呢一步嘅，唔係大家相處得好開、好 happy、好開心嘅。佢
能夠咧將多元嘅文化成為我哋嘅優點，成就多重同埋廣闊嘅福音使命。呢個係聖靈嘅工作先能夠成就嘅。所以咧，羅馬信徒同我哋 BCEC 嘅信徒咧，應該都可以衝破呢啲咁嘅障礙，能夠完成神美好嘅旨意。不過我哋要好好讀聖經啦，第一，好似頭先阿 Abel 咁講啦，要好好讀聖經啦，要靠聖靈嘅工作啦，生命要有成長啦，生命要真係被聖靈去改造啦，我哋先能夠合一嘅。如果唔係咧，只有問題多多，就好似哥林多咁樣。咁咧，我哋去到羅馬書嘅作者、成書地點、時間同埋目的啦。咁咧係作者係冇學術界爭議嘅，其他都有嘅，以弗所書都有嘅。羅馬書係冇嘅，最多講係有代筆啫。嗰個得標就係代筆。咁咧就寫作嘅時間咧，就喺保羅咧係第3次旅行佈道末期，喺哥林多咧呢個地方寫嘅。當時咧佢想去耶路撒冷，但係咧要搭船先去到嘅。但係嗰陣時已經係冬天啦，佢就一定要揾笪地方過咗個冬天，佢先到春天，佢先可以搭船去耶路撒冷。就喺嗰個時段，佢寫咗羅馬書，係一個好平靜嘅心境，因為佢休息緊嘅嗰陣時，咁就亦都經歷咗好長時間嘅宣教旅程，25年。咁咧佢經歷咗好多風霜，經歷咗好多嘅爭辯，經歷咗好多嘅逼迫，寫下羅馬書嘅。咁咧所以咧係羅馬書係佢人生裏邊咧係一個好大畢生嘅作品嚟嘅嚇，因為可以喺好平靜嘅時間喺一個好好嘅日子咧去寫下羅馬書。咁咧地點咧就冇爭議㗎啦，就佢叫阿菲比咧去交呢封信去羅馬嘅。菲比就係堅格里嘅女執事啦。咁咧就喺哥林多嘅東邊。咁咧佢住喺該猶家，佢曾經提過。咁咧該猶咧就係哥林多人。咁咧呢個冇爭議㗎啦。咁啊去到寫作嘅目的咯喎。剛提到咧羅馬教會裏邊嘅教會張力啦，你認為咧呢個係咪就係主要保羅嘅寫作唯一嘅目的，或者主要嘅目的？認同嘅就舉手啦。唯一嘅目的就係解決羅馬教會嘅問題。如果唔係嘅，唔該話俾我聽點解？如果唔係嘅，話俾我點解？話俾我聽點解唔係？靜晒。有冇人知就踴躍講？傳揚耶穌基督嘅救恩。哇！真係啊，你係真係信咗幾廿年啊你。其實咧，佢嘅目的咧，解決教會張力其實係次要，最主要咧，佢就係想去西班牙宣教。其實咧呢封信咧係就好似一個宣教士去述職咁樣，即係去講佢嘅理，即係想講佢自己，介紹佢自己成個人，介紹佢嘅理念，介紹佢嘅宣教異象，就好似譬如好似上星期你聽Brenda 講佢去短宣，想弟兄姊妹支持，或者有個神學生嚟講見證，想弟兄姊妹支持，係咁嘅情況嘅其實嚇。咁咧，其實佢嘅目的就係想去西班牙。而羅馬教會咧就係最好嘅中轉站。佢如果得到羅馬教又有錢啦，咁咧又可以支持佢啦，又係一個最好嘅中轉站。
其實羅馬教會就係支持佢去西班牙咧，就最好最理想嘅教會。所以佢其實應該主要嘅目的咧，就係想羅馬教會支持佢嘅宣教事工。但係點解？為何羅馬書卻係變成一篇神學巨著、教義書卷？你細心睇就係1章至到11章咧，係討論睇下啲音啊，討論神學同埋教義嘅問題。12章至到15章係講生活嘅。佢講宣教咧，只係喺15章下半段先提到佢嘅宣教使命。點解咧？點解啊？點解？哎呦，佢俾一答我。點解？點解？點解？因為呢個係神嘅旨意咯。因為呢個神嘅旨意。呢個係說服人嘅技巧，讚咗佢先。係。咁咧點解咧？保羅深知道咧，內在嘅能力係比起工作更重要嘅。佢亦都深深知道羅馬教會一啲嘅張力。如果唔化解，根本佢哋係唔會明白佢嘅宣教異象。佢堅固信徒嘅神學基礎先，等佢哋明白聖經、生命救恩嘅可貴，讓聖靈工作，生命得以轉化，教會合一。呢個嘅福音工作先係最重要嘅基石。即係如果冇咗呢啲嘢咧，你淨係話支持，可能支持一陣間未算咯。其實我哋都係嘅，譬如我哋做神嘅工作，如果冇咗對聖經嘅認識、內裏生命嘅轉化，我哋做所有嘅侍奉，可能一少少衝擊咧，你就冧㗎啦。但係我話俾大家聽咧，撒旦一定會衝擊我哋嘅喎，一定會打到我哋死下喎。如果我哋冇內功唔深厚咧，我哋根本就做唔到神嘅工作。咁保羅用咗咁長嘅篇幅咧，其實係支持緊佢自己嘅宣教事工，亦都係造就緊羅馬教會裏邊每一位嘅領袖同埋信徒。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嚟嘅，因為咧我哋成日都着重工作啊嘛，工作，但係你裏邊冇嘢咧，其實你做唔多幾年嘅，會耗盡啊，會你唔想再做嘅，因為係實在太辛苦嘅呢個宣教工作。咁咧，羅馬書嘅結構主題咧，你哋睇唔到度，啲字咁細睇唔到，好彩我 send 咗俾你哋。咁咧，首先頭先講到1章1至到17節咧係引言啦，係簡介全個羅馬書啦，亦都係裏邊有主題嘅。咁咧，我定個主題咧就係因信稱義嘅福音啦。其實你哋睇聖經咧，你揾睇字咧，你就知道佢嘅主題係乜㗎啦。當你咧發現咧好多重複嘅字眼咧，你就知道重要啦呢件事。福音咧係出現咗好多次。咁咧當然係主題係福音啦。咁裏邊咧亦都係所有嘢咧都係解明福音嘅。保羅做啲乜嘢？呢個福音係咩原因？呢個福音嘅起源係點？呢個福音裏邊有啲乜嘢？全部都係解釋緊福音嘅。至於因信稱義嘅福音咧，就喺一陣間我會解釋點解我會揀因信稱義嘅福音㗎啦。咁其實成卷羅馬書嘅主題經文咧，就喺16至到17節嘅，裏邊就係解釋緊因信稱義嘅福音。咁咧個結構咧，你哋就翻去睇啦，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我定咗福音為主題，咁咧全部都係關於福音。福音未臨之前，人嘅罪性同埋絕望；福音與因信稱義嘅關係，神嘅義同埋人嘅信心。跟住咧，福音與成聖，神嘅生命咧令到我哋都可以成聖。跟住福音同揀選，神嘅信實，人嘅選擇，就係講以色列嘅棄絕神嗰樣嘢啦。咁咧人嘅選擇嚟嘅。跟住咧，福音與神嘅國，我哋其實唔係將來活喺神嘅國嘅子民喎，其實我哋係活喺地上，就係神嘅國嚟嘅喎。
我哋係要有神國子民嘅樣式。咁12章之後咧就係講緊呢啲嘢啦。咁最後咧就係講緊宣教嘅異象啦、嘅延續啦，點樣激勵同工啊。咁到最後咧，我都會有一個講座係會回顧翻成卷羅馬書嘅。唉，終於都講完呢啲嘢啦。咁我哋就玩遊戲啦，但係我哋要讀聖經先。咁咧就我想大家思考1章1至到17節，同全卷嘅書信咧有咩密切嘅關聯？首先咧呢個引言啦，咁我會分開3段嘅。咁咧第一個咧就係自我介紹同埋問安，第二咧就係對羅馬教會嘅關懷同埋保羅嘅心願，第3咧就係書信嘅主題，好緊要嘅呢兩節經文。咁首先咧讀一讀1至到7節啦，大家我想你讀我啲啦，因為咧我係原文解釋嘅。咁咧因為咧原文解釋咧，你會睇到啲字咧有啲解釋係清楚啲咯。咁甩甩咳咳㗎啦，咁試下讀啦。咁請大家不如弟兄讀單節，姊妹讀雙節啦。咪開始啦！1、2、3。保羅基督耶穌的僕人，被呼召作使徒，被分別出來為神的福音。這福音是他先前藉着他的先知在聖經中所應許的。論到他的兒子，按肉身從大衛後裔而生，按聖潔的靈從死人中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藉着他，我們領受了恩典和使徒職分，叫萬國因他的名信服真道。在這些人中，你們也蒙召屬於耶穌基督。捨得一切在羅馬被神所愛、蒙召作聖徒的人，願因為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好啦，咁咧我唔知有冇時間討論咧，應該就咁咧，我有幾條問題嘅，咁其實想你哋討論啦，不過就時間許唔許可啊？應該唔許可。應該難啲。難啲啊，咁算啦。咁咧保羅點樣去介紹自己咧？當中咧嘅形容嘅意義何在咧？咁第二咧就喺第二節至到第4節點樣解釋福音嘅根源？咁咧第5節咧就係講到萬國同埋信服真道對使徒嘅職分有咩重要性？咁咧講稱羅馬信徒為聖徒嘅意義何在？咁唔好意思啦，真係冇時間俾大家分享啦。咁咧，保羅咧點樣介紹自己咧？僕人，耶穌的僕人。係啦，咁咧，首先咧，保羅係用好長嘅篇幅介紹自己嘅，用咗成6節經文，係從來其他書卷係冇嘅。佢係用咗6節介紹自己嘅原因咧，就係佢哋唔熟，佢唔識嗰班人嘅，佢唔識嗰班教會領袖嘅。咁咧就佢問安嗰班咧就係猶太領袖嚟嘅，以前走咗一啲嘅，佢外邦嗰啲領袖係全部都唔識嘅。咁佢寫信嘅對象咧係外邦人嚟嘅，外邦領袖嚟嘅。咁咧呢段咧係重複講咗福音呢個用字啦。咁咧保羅就向羅馬教會表明佢嘅職分就係傳神嘅福音，同時保羅亦都簡略地解釋福音嘅源頭。咁咧頭先阿 K 咧都講到僕人啦，咁咧有3個不同介紹嘅身份啦，基督耶穌嘅僕人，被呼召作使徒，被分別出來為神嘅福音。你睇和合本就睇唔到嘅，咁原文解釋係被分別出嚟嘅嚇。咁咧僕人咧，咁保羅咧喺保羅書信裏邊咧，只有喺腓立比書、提多書同羅馬書介紹自己係耶穌基督嘅僕人或者神嘅僕人。咁腓立比書咧就好明顯啦，因為佢講到第2章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咁呢個係特登嘅，即係佢要去效法耶穌。
佢係神嘅僕人。咁僕人咧，帶係 doulos 嘅意思，希臘文。咁咧其實係奴隸嘅意思，係非常卑微嘅呢個字眼。咁但係咧喺舊約嚟講咧，好多榮耀神嘅僕人咧都叫僕人嘅喎，都係用呢個字。例如摩西啊、大衛啊，佢都稱為神嘅僕人。咁呢個僕人呢個字咧就有卑微同埋榮耀嘅含義嘅。咁點解保羅喺腓立比書你就好明點解佢會用僕人啦？因為佢個主旨就係基督係神嘅僕人啦。咁喺呢度點解咧？咁其實咧，佢個對象係外邦人啊嘛。咁咧，佢想外邦嘅領袖咧，即係咁樣稱呼自己咧，就唔好俾佢覺得自己係高高在上，係好卑微嘅身份。但係又另一個層次就係、我都係榮耀神嘅僕人，我都係好榮耀嘅呢個職份。即係又榮耀又謙卑，咁咧就對住嗰啲外邦領袖咧，佢比較有說服力咯嚇，因為佢係猶太人㗎嘛。而家佢同猶太人就有少少唔係好咬完㗎嘛，佢哋咁所以咧佢係要小心啲用字嘅去介紹自己。咁咧被呼召作使徒，所有所有保羅書信都係咁樣稱呼自己㗎啦。咁咧頭先講到彼得啦。咁使徒咧，其實就係教會嘅基石，建立教會嘅基石嚟嘅。咁呢個係一個普遍嘅稱呼啦。咁佢亦都係建立教會嘅基石啦。咁咧分別出嚟就特別啦。咁咧係冇一卷保羅書信咧就講咁樣介紹自己嘅。咁咧呢個形容咧係非常有舊約色彩，代表咧分別為聖嘅意思，分別為聖。而喺舊約咧，就只有耶利米先知被神呼召嘅時候咧，講到呢個字眼，分別為聖。咁咧顯明咧，保羅係有獨特嘅意思嘅喎，因為耶利米書裏邊嘅內容咧係關乎以色列嘅亡國，其實呢啲係密碼嚟嘅。佢都有講嘅，即係佢喺19至11章有講以色列嘅國度。係關乎以色列嘅亡國，同埋神咧另立新約，喺耶利米書30章嗰度講係另立新約。呢個新約咧係叫外邦人都能夠得救嘅。外邦人同以色列人咧一齊去同得上帝嘅恩典。咁其實佢講呢一個字眼形容自己咧，就係講到自己咧係承接耶利米先知嘅使命，去向外邦人傳福音。亦都叫自己嘅民族去悔改，歸向上帝。所以咧，呢個字眼係好特別嘅。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個意味咧，就係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嗰個意思嘅。因為咧，耶利米先知佢就係猶太人啦，而呢個形容咧，亦都好有猶太色彩嘅。不過亦都係祝福外邦人嘅，咁係有個咁嘅含義嘅，係好豐富嘅。其實呢個字眼，咁所以咧。保羅三重嘅職事咧，係表明咗佢一切嘅羞辱、榮耀、召命，都係唯一一個目的，就係將為福音擺上自己。OK， 咁咧，保羅點樣解釋福音嘅根源咧？咁啊，佢好特別喎。佢話按肉體説係佢耶穌基督係大衛嘅後裔，按聖靈咁樣去講咧。就係佢係從死人中復活，立為神大能嘅兒子。咁咧呢個係一個好平衡嘅方式咧去形容耶穌基督嘅。咁咧係好特別嘅。保羅書信咧係好少咁樣講嘅。咁但係喺呢度特別講嘅。咁咧其實呢個係比較緊耶穌基督嘅本性啊，就係神人二性嘅神學觀念。基督咧係大衛嘅後裔。係完全嘅人性，而佢嘅直接復活證明咗係神嘅兒子，亦都係完全嘅神性。不過耶穌基督唔係復活咗之後先變成神嘅兒子喎，大家要即係唔好誤會呢件事啦。咁咧，耶穌基督係從創世之先已經係神嘅兒子啦，但係佢真係彌賽亞大衛後裔呢個身份係好重要嘅。非常重要，因為咧係表明咗神預定計劃嘅實踐，同時咧亦都證明福音嘅起源咧
係從以色列而出嘅。咁呢個係講到咧福音嘅根源問題。咁咧亦都咧係對於我哋嚟講咧都係好重要嘅喎。喺我哋活喺呢個世界嘅信徒，其實咧亦都講到聖靈同肉體咧，其實都係活喺我哋個裏邊。點解我哋有時會犯罪咧？因為我哋嘅肉體係存在喺我哋裏邊嘅。但係點解我哋又可以做到神嘅工作咧？係因為聖靈又存在喺我哋嘅裏邊。但係咧，我哋信咗耶穌嗰一刻咧，已經係神嘅兒女啦，唔係將來我哋身體改變復活嗰陣時先係成為神嘅兒女。喺而家呢刻，我哋已經係因着聖靈嘅大能咧，係可以成為神嘅兒女。等到將來復活咧係另一個層次，但係喺呢個世界咧就係有聖靈同埋肉體喺我哋裏邊。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密碼嚟嘅喎。咁咧喺第6章至到第8章咧就係講到聖靈與肉體嘅爭戰啦。靠着耶穌基督咧，我哋就能夠得勝有餘。咁咧亦都強調喺呢度咧強調根源啊嘛。強調以色列國救恩係從以色列國而出嗰個觀念，即係先係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嘅觀念。喺9章至到11章咧，又再重新演繹嘅。咁去到有啲字眼咧，我哋真係要留意多啲啦。咁咧係萬國同信服真道對使徒嘅職分有咩重要性咧？咁咧佢話藉着他，我們領受了恩典同埋使徒嘅職分，叫萬國因他的名信服真道。保羅形容我們咧，即係意思佢嘅傳福音呢個託付咧，係羅馬信徒都係有責任嘅，即係我哋都有責任嘅喎。咁咧裏邊佢提到2個重點，一個就係萬國，一個就係信服真道。咁係咩意思咧？咁咧萬國咧？就係第一個重點啦，意思係福音咧係唔會停頓嘅，係需要傳去不同嘅地域嘅。保羅傳福音咗25年，佢冇厭過嘅，佢冇諗過退休嘅，佢冇諗過收山嘅，係唔會停嘅。佢完咗一個國家，佢就去第二個國家，佢係不斷繼續向前嘅。呢個表明咧，佢嘅宣教心懷同埋佢嘅異象，佢咧唔會停留喺度，佢要去西班牙度傳福音。佢去唔去到我就唔知啦，但係佢嘅異象咧係唔會停嘅。第二，信服真道，其實係一個密碼嚟嘅喎，係講到亞當同埋基督嘅喎。咁咧呢個信服真道咧裏邊咧，就係讓相信嘅人係服從神嘅一切教導。咁保羅所傳嘅福音嘅核心咧，人因為基督耶穌嘅十字架生出信心，而呢個信心咧係產生順服嘅行動嘅，即係新人嘅樣式，就係個特徵咧就係甘心樂意地順服神。咁咧亦都係解釋咗雅各書嘅喎。你有信心冇行為係死嘅，你有信心冇順服都係死嘅。所以咧保羅冇淨係講信嘅。雅各書同佢係配合嘅，其實佢一早已經解明咩叫信心啊！信心係必須有順服嘅，即係佢已經一早講咗嘅。係羅馬書未講因信稱義，最初頭佢已經解釋咗咩叫信。咁咧呢個咧亦都係保羅喺羅馬書第5章裏邊咧講到亞當嘅悖逆、耶穌基督嘅順服、舊人同埋新人嘅分別。同時係解釋咗雅各書啊，頭先我講咗啦。咁咧，若果你係亞當嘅後裔，你係冇可能順服神嘅。但係如果你因着信成為耶穌基督嘅後裔，我哋就有能力去順服神啦。咁咧，信係必須有順服，冇順服呢個信係假嘅。咁就係解釋咗咩叫信啦。咁咧稱羅馬信徒為聖徒咧，係有意義嘅。咁咧就佢描述呢個聖潔，即係聖徒咧，其實係以色列嘅用語嚟嘅。保羅咧係喺呢封書信裏邊其中一個重要嘅意思嚟嘅。
咁咧佢指羅馬嘅基督徒咧，其實已經咧同以色列嘅信徒係冇分別嘅。以前咧係冇可能接受嘅，猶太人係冇可能接受到外邦人同佢一樣嘅。但係佢講到嗰班外邦人係聖徒咧，就已表明咗咧佢同猶太人係一樣嘅，係成為神嘅子民，係喺聖潔國度嘅裏邊係同歸於一嘅。咁所以咧呢一個稱呼對於外邦人嚟講咧係好重要嘅稱呼，係一個接納，即係要猶太信徒去接納佢嘅一個稱呼嚟。咁喺第二段啦，咁咧對羅馬教會嘅關懷同埋心願啦，咁咧請大家咧都讀一次啦。咁咧就喺睇唔到啊嗬？睇到，睇到，睇到，點解睇唔到？唔使放大都睇到啦，再細啲都睇到。電話啊嘛，睇到。唔緊要啦，唔緊要啦。手先啊！咁樣得唔得？好快近睇。我睇到晒，睇到啊！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算得 OK 啦，冇問題。有先得㗎啦，你太大啦而家。係啊，太大啊！而家係咪弟兄讀？弟兄讀雙節只會讀單節啦。好。 1、2、3。首先，我藉着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因你們的信心傳遍了全世界。因神可以為我作見證，就是我在他兒子的福音上，用心靈所侍奉的神，我怎樣不斷地提到你們，在禱告中常常懇求，或者如今照着神的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到你們那裏去。因為我切切想見你們，要把一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這就是在你們中間因彼此的信心，你們的與我的共同得着安慰。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打算到你們那裏去，只是直到如今仍被阻止。無論是希臘人、巴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也將福音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咁咧，其實咧有幾條問題啦。咁咧就頭先我講咗羅馬教會係一間點樣嘅教會啦。咁但係咧，你喺經文裏邊咧，其實你都可以睇到咧，羅馬教會係一個點樣嘅教會嘅。咁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咁咧佢話保羅話自己欠債，咁啊債主係邊個咧？點解佢話佢自己欠債咧？保羅咧少咗多次表達咧，想去羅馬探訪佢哋。點解咁迫切咧？第四咧，保羅提及嘅屬靈恩賜咧係啲乜嘢咧？點解可以令到佢哋堅固咧？咁啊，單從經文咧睇羅馬教會係一間點樣嘅教會咧？佢話佢信心傳遍世界嘅，呢個係有啲解經學者咧話好誇嘅講法。咁但係其實就唔係誇嘅，佢個世界嗰陣時好細嘅，唔係去到中國嘅，係地中海一帶啫。咁喺地中海一帶咧，係所有嘅教會都好注視羅馬呢個教會，因為羅馬首都嘛，亦都係最即係你哋都好注視倫敦嘛可能。咁因為係個首都。第二咧就係佢哋嘅信心咧係好強嘅，係好成熟嘅一班嘅信徒。咁所以咧呢間教會其實係好成熟，亦都係好文明嘅，個個人都仰望佢嘅生命咧，同埋整間教會都係有一啲嘅影響力嘅。咁咧唔好因為我話佢哋同猶太信徒有一少少嘅張力，就覺得佢係一間軟弱嘅教會唔係啊，即係每一間教會都有佢嘅軟弱同埋有佢嘅強項。咁我哋就睇到佢嘅強項就喺呢度啦。咁咧裏邊咧講到無論係希臘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其實一路咧都係講緊外邦人，冇提到猶太人㗎。所以咧，保羅好明顯寫信嘅對象一定係外邦人，唔係猶太人，因為呢度咧
冇提到猶太人嘅，所以佢嘅對象係外邦人，而佢想傳福音俾羅馬裏邊不同嘅外邦人，呢個係佢好想做到嘅。咁咧，點解保羅覺得自己欠債咧？債主係邊一個咧？喺呢度冇提到猶太人喎，只係講到欠外邦人嘅債喎，所以佢覺得佢自己欠外邦人嘅債。咁點解咧？好可能咧，保羅咧認為猶太人係從嘅喺摩西嘅時代到今日咧都冇履行到神嘅職責。其實神咧去賜福俾以色列咧，係想佢哋作美好嘅見證，叫世界各地所有人見到以色列咧係得着救恩嘅。但係猶太人咧已經自己墜落咗啦，仲連釘埋耶穌喺十字架添。咁所以咧，保羅嗰種個心情咧，佢係代表猶太人嘅心情，覺得欠咗外邦人嘅債，係咁嘅，係咁嘅意思啦，估計係。咁咧所以咧，保羅咧係好想外邦人更多人得着福音嘅盼望。咁呢個係佢欠債嘅心。咁啊，我哋今日咧有冇欠債嘅心咧？定係成日覺得人哋欠咗我哋嘅咧？咁咧今日咧有啲香港人咧會覺得啊，英國97嘅問題欠咗我哋一個國民嘅身份喎，一早應該俾個英國 passport 俾我哋啦。我哋應該一早有噶嘛呢樣嘢。咁我唔知道咁樣諗啱唔啱啦。咁大家自己諗下啱唔啱啦。咁咧，但係若果從福音嘅傳福音嘅角度咧，作為一班華人咧，我哋其實咧，我哋嘅上一代係領受咗英國、美國宣教士曾經歷盡艱辛嚟到中國向華人傳福音嘅恩惠嘅喎。佢哋過嚟係辛苦過我哋移民喎，佢哋過嚟咧係真係會死嘅喎。俾義和團打死，即係打死啊！都有啊，戴德生有好多嗰啲童工都死晒啦，因為即係清朝義和團嘅事件。咁佢啲仔女喺中國病死啦，好多都。咁其實係好多個傷害喎，但係佢將福音帶俾我哋。咁我哋今日喺英國見到好多英國人好少返，越嚟越少人返教會啦。教堂入邊變咗超級市場、酒吧啦。返教會又未必係真係基督徒喎。咁我哋見到呢個荒涼嘅心態，會唔會覺得有啲扎心咧？定係抵死咧？或者我哋民族主義咧？我唔知。但係我覺得係好扎心嘅。我哋喺華人即係華人喺英國生活，喺外國生活，我哋有冇一個欠債嘅感覺咧？有冇一個欠債嘅心懷咧？想傳翻福音俾英國人咧？或者唔同民族嘅人咧？咁呢個係聖靈嘅感動，即係我冇得逼大家咁樣諗嘢嘅，但係我覺得係欠債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咁咧盼神感動我哋一班華人信徒啦，喺呢個時代咧，可唔可以咧反祝福翻英國人民？去答謝佢哋以往嘅宣教士嚟到我哋中國所付出嘅一切咧，或許我就英文唔好啦，有啲弟兄姊妹英文好好嘅，你哋可以傳福音俾佢，或者我哋教導我哋嘅下一代，我哋下一代實係英文好好噶啦，實係可以同啲 local 好可以融合多少少啦，可唔可以教導佢哋去愛翻英國人咧，同翻佢哋傳福音咧？呢個都係我哋好應該深思嘅課題嚟嘅，應該。咁咧，保羅咧多次表達想去羅馬探訪佢哋，點解咁迫切咧？咁第一當然就係福音事工啦，佢好想去西班牙啦，佢係一個行動者嚟噶嘛，佢唔可以停喺度噶嘛，佢一定要做嘢，佢想建立羅馬教會成為一個中轉站。第二方面真係迫切嘅。咁咧當時咧已經大家都知道係主後57年、58年啦。耶穌預言主後70年聖殿就被毀啦，羅馬教會必定首當其衝。聖殿真係喺主後70年被毀嘅，應驗咗嘅。而
而咧主後64年咧，羅馬尼頭先講到咧，羅馬嘅尼祿王咧喺羅馬大火之後咧就迫害基督徒得好厲害。其實爭幾多年啊？6年嘅啫喎。你諗下6年後，如果有逼迫咁點啊？即係你而家好平安啊！頭先話保羅寫保羅書信嘅寫羅馬書嘅時候，好平靜噶嘛，好安穩噶嘛，世界只係6年時間啫喎，就變成咁喎。咁保羅係先知道，大家都知㗎啦，即係佢有預知能力就唔出奇嘅。但係咧，耶穌講咗啊嘛，都唔難估嘅，即係啲嘢係咪一時間？咁所以咧，保羅咁迫切咧去到羅馬，或者想將屬靈嘅恩賜去分給俾羅馬信徒去堅固佢哋係有原因嘅，係因為佢預知到逼迫係會嚟到我哋嘅當中。咁咧有另外一個問題啦，咩叫屬靈嘅恩賜啊？保羅分咩屬靈嘅恩賜俾羅馬信徒啊？可以令佢堅固嘅？我寫咗答案俾你哋，因為咧呢個咧係冇解經家去解到嘅。佢哋咧覺得屬靈嘅恩賜即係咩嚟嘅咧？咁咧我自己個人認為咧，相信咧係呢啲屬靈嘅恩賜已經喺羅馬書度出現咗㗎啦。其實羅馬書裏邊咧保羅將佢畢生嘅學問、神學、教義知識，佢生活佢所遭遇嘅一切寫咗俾羅馬信徒，將佢嘅功力咧去傳授俾羅馬信徒，叫佢哋得以堅固。佢哋堅唔堅固我唔知道，我真係唔知。但係教會歷史告訴我，話俾我哋聽，好多神學家、教會領袖都深受羅馬書嘅影響。叫佢哋嗰個時代有翻天覆地嘅改變，咁呢幾個就係啦。奧古斯丁咧係因為羅馬書13章回轉信主得救嘅，馬丁路大家都識啦，因信稱義，成個天主教都反轉，變咗我哋今日嘅基督教幾勁啊！係咪？係因為羅馬書喎，大家。咁咧，加爾文係因為9章11節至到11章，唔係9章至到11章，去奠定咗神主權同埋預定論嘅神學。約翰衛斯理聽到羅馬書嘅序言，已經心裏邊火熱啦，去開啟循道運動。呢啲咁嘅好勁嘅神學家，都係因為羅馬書。咁你話勁唔勁啊？佢就係屬靈嘅恩賜分咗俾佢哋，以致佢將嗰個世代去扭轉。同樣地咧，我深信保羅都唔吝嗇俾我哋嘅，即係我哋咧今時今日咧都可以分享佢屬靈嘅恩賜，堅固我哋嘅信心。只要我哋努力啲讀羅馬書，應該係可以嘅。咁咧，要我哋咧面對呢個阿咪咪聽得開唔開心啊？咁咧要我哋咧面對呢個黑暗嘅環境咧，仍然能夠咧為主去作見證。咁去到主題經文啦，咁咧羅馬書嘅主題經文咧就係16節至到17節，係引言咧最後嘅部分。咁咧就呢個密碼最多嘅經文，咁咧就大家不如睇唔睇到啲字啊？睇到。我咧唔戴眼鏡，我睇唔到嘅。咁咧不如請姊妹讀16節，弟兄讀17節啦。因為我不以福音為恥，因為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本於信，子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即係咧，主題經文咧，唔係淨係我講嘅，差唔多所有嘅解經學者咧，都一致認為咧，羅馬書係1章16至到17節就係全卷羅馬書嘅主題。
咁點解啲解經家覺得係咧？你喺經文裏邊揾唔揾到答案咧？點解保羅咁強烈表達我不以福音為恥咧？神嘅大能同埋拯救，同先是猶太人同埋希臘人有咩關係咧？乜嘢叫做神嘅義咧？本於信，以至於信，以至於信係咩嘢意思咧？咁啊，大家一齊慢慢睇啦。咁喺英文聖經同埋原文直譯咧，我哋見到有3個因為嘅，因為呢個連接詞，因為福音作出逐個層次嘅解釋，因此福音係呢個主題經文裏邊嘅關鍵用字。保羅用咗2個重要嘅字眼去表達福音，就係神嘅義同埋信心。而整卷羅馬書嘅中心思想係由呢3個組詞合埋而成嘅，福音、神嘅義同埋信心呢3個組詞。保羅係根據3個重點去解明神福音嘅救恩嘅奧秘。呢個救恩嘅奧秘就叫做因信稱義嘅福音，所以我嘅主題就係因信稱義嘅福音。保羅就係由1章18節開始至到第9章去解釋因信稱義嘅教義內容。其實就係非常清晰嘅，即係主題經文。點解保羅咁強調我不以福音為恥咧？喺羅馬傳福音，其實俾羅馬人笑嘅會。咁我哋信嘅耶穌係釘十字架噶嘛？羅馬人最羞恥嘅刑罰就係十字架。咁你去傳十字架，其實係人哋會覺得你好羞恥啊。所以咧雖然係有人信，亦都有好大部分嘅人唔信噶嘛。咁你即係傳福音，你有時你都會遭遇到，可能有傳10個，有9個笑你，有1個信，但係9個笑你已經好 hurt 你噶咯喎，係咪？但係保羅咧係好知道呢件事嘅。其實咧佢喺呢25年咧嘅宣教歷程咧係多次受到羞辱嘅。因為佢兩邊都不討好啊，猶太人又憎佢。外邦人又憎佢。喺提摩太後書第1章咧，係多次提到咧，我不以乜乜為恥嘅，所以佢係受個傷害係好大，有好多個苦楚。但係縱然係咁，佢勸勉羅馬信徒唔好咁覺得傳福音係可恥嘅，係要以神嘅榮耀同埋能力感到喜樂。同時咧喺文學嘅編排嘅裏邊咧係有目的嘅。咁咧不以福音為恥咧係對應跟住下一次你哋查經神嘅憤怒。咁裏邊咧都有講可恥嘅。咁咧世人虧缺了世人都犯了罪，虧缺神嘅榮耀先係可恥。咁咧經文邊一度去用可恥咧？咁我讀俾大家聽啦，啲衰嘢我讀啦。因此上帝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嘅情慾，他們的女人把自然的關係變成違反自然的，男人也是如此，放棄了和女人自然嘅關係，慾火攻心，男的和男的彼此貪戀，行可恥嘅事，2個可恥。咁保羅話俾羅馬教會聽，咩事先係真係值得羞恥？呢啲事就值得羞恥啦。傳福音咧係唔會羞恥嘅，係一件好光榮嘅事。咁所以咧保羅講不以福音為恥咧，都可以對應翻咧下文咧佢講乜嘢先係真正羞恥嘅事。咁神嘅大能同埋拯救咧，佢話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有啲咩關係咧？當你係一個猶太人嘅時候咧，當你聽到神大能嘅拯救同埋，即係佢會諗起咩嘢咧？會諗起咩嘢咧？如果你係一個猶太人，你會諗起咩咧？會諗起咩？神大能嘅拯救，你係以色列人。彌賽亞係啊，彌賽亞。仲有咧，最重要嘅歷史係咩咧？
佢離開為奴之家啊嘛，出埃及呢件事啊嘛。當一個猶太人聽到神嘅大能同埋拯救呢啲字眼咧，佢就會諗起出埃及記，神用大能嘅手拯救佢哋嘅祖先離開為奴之家。呢個係唯一一次，呢係第一次神用大能嘅手去拯救人類嘅第一次。而咧好多嗰啲聖經學者咧，用耶穌嘅拯救為出埃及記嘅第二次出埃及，呢個係佢哋形容嘅。咁而第二次出埃及嘅拯救咧，就係耶穌基督十字架嘅拯救，就拯救埋外邦人。喺神學嘅層次嘅裏邊，保羅係冇講錯啊，先係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呢個係神救恩計劃嘅步驟嚟嘅。咁呢個都有喺3章21節至到5章裏邊嘅內容咧，更進一步解釋。先係猶太人，後是希臘人，係一個先後次序嘅問題。保羅咧喺9章11節都有講，喂9章10到11章都有提到嘅。以色列同外邦人係同得福音嘅好處，但係有先後次序之分。不過咧，亦都唔代表以色列人比任何人優越嘅，即係咧以色列人覺得自己優越咧係錯嘅，只不過係先後係神嘅計劃，係一個步驟。但係人咧就以為自己行先咧就係做大佬，但係其實唔係嘅。神喺神嘅眼中係同歸於一嘅啫，係不過係一個步驟嘅問題。即係就我哋嘅啫，即係你一早叫啲外邦人信，冇人信，就先係揀選咗以色列人，跟住就到外邦人。呢個就唔好我解釋啦，等即係做猶太人事工嘅弟兄嚟解釋啦。咁咩叫神嘅義咧？神嘅義咧就係羅馬書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喺羅馬書出現咗8次之多。原文直譯咧就係神特有嘅公義，即係代表冇一個人咧可以同神嘅義比較嘅，唔能夠超越，唔能夠同等，相距甚遠。公義咧就係神本身嘅屬性。咁神嘅義咧顯示喺邊度咧？神顯示喺佢嘅話語嘅裏邊，喺佢嘅律法裏邊。大家要記住讀羅馬書咧，講到律法啊嘛。唔好將世界律法當係羅馬書嘅律法。羅馬書嘅律法淨係指向摩西律法嘅啫，以色列人嘅律法，即係佢講嘅律法係講緊以色列人嘅律法。咁佢以色列人嘅律法就係顯示神嘅義。神嘅義咧係顯示喺佢嘅審判裏邊，神嘅義咧係顯示喺佢嘅救恩嘅當中，神嘅義咧係顯示喺基督嘅信服同埋佢嘅十字架之上。神嘅義咧係顯示喺一切信服佢嘅人身上。神嘅義終極嘅目的係叫人類成為義，得以成聖，成為天父嘅真兒女。大家覺得本於信以至於信咧係咩意思啊？本於信以至於信，可唔可以有個人估下？有個弟兄姊妹估下，本於信以至於信係咩意思？From the Alpha and Omega， 由頭到尾都係因為一個信字咯。真係好聰明啊！咁咧就係、原文解釋咧就係始於信，終於信，就係咧個意思咧，由始至終只有信心，冇其他代替品嘅。你得稱為義，只係基於信心，冇嘢可以加落去。即係由頭到尾包住，你加落去就係異端啦，冇嘢嘅，冇行為，唔係因為行為稱義，係因為信心稱義，信心帶住行為啫，即唔會話行為行先，總之係包住晒，邊個加落去咧就係錯，就係異端啦。所以由始至終都只有信，冇代替品。咁對於今日信徒嘅應用咧，同埋意義何在咧？就喺哈巴谷書裏面啦。咁咧大家都知道咧，義人必因信得生咧，就係喺哈巴谷書裏邊出現嘅啦。點解保羅咧作為引言嘅結束咧？
哎呀，我過晒時先死啦！咁咧，我快啲講啦。哈巴谷嘅背景咧係非常黑暗，充滿逼迫同埋困苦，好多疑惑。咁咧，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哈巴谷書最後一段嘅經文啦。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嗰段咧，咁呢個經文咧係濃縮咗咧成為保羅所講嘅一句經文，就喺哈巴谷書裏邊咧2章4節裏邊提及嘅義人必因信得生。嗰個生字咧係活着嘅意思，即係活嘅意思，活到永遠嘅意思。咁咧，保羅知道當時嘅時代咧，羅馬嘅時代咧係非常黑暗嘅。雖然表面咧經濟好繁榮，其實係好多黑暗嘅事情。咁咧，亦都知道將來6年後咧就更黑暗，佢哋會遭遇巨大嘅逼迫。保羅有預知能力唔出奇啦。咁咧所以佢引用哈巴谷書去勸勉羅馬信徒，信靠主必能夠活着。呢個活着係直到永遠嘅。而保羅亦都喺第8章裏邊咧，非常強烈地表達乜嘢痛苦都唔能夠與基督嘅愛隔絕。呢個愛咧喺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裏邊，佢係用哈巴谷書咧去安慰昔日嘅信徒，亦都安慰今日我哋啦。咁頭先咧阿 Abel 咧都有講到佢嘅感受啦。咁其實咧即係呢幾年咧，唔知咁多不義嘅事。咁咧，我哋自己嘅香港人咧都經歷過啦，都親身體驗過啦。曾經我哋好安定噶嘛，喺香港係咪啊？舒舒服服嘆壽司噶嘛，係咪？咁但係咧呢幾年咧，我哋見到好多不公不義嘅事情啦，令到我哋決心放棄咗一切，離開我哋土生土長嘅地方啦。事情過咗5年啦，有冇改變過啊？我話俾大家聽都冇啦，係咪一定？咁咧就坐監就坐監啦，釋放嘅就閉口不言啦，冇人喺香港會講政治嘅議題㗎啦。咁咧，我哋亦都見到好多戰爭啦，發動戰爭嗰啲人咧，有冇俾人拉啊？佢講長生不老喎，3個嘢，即係仲好似好惡咁喎，即係仲好兇惡咁喎。咁咧頭先阿 Abel 都有講啦。Charlie Kirk 喺妻子女兒面前俾人槍殺，冇人憐憫佢老婆同埋個女嘅喎，啲人喺度慶祝喎，嗰啲就係彩虹嗰啲嘅人啊喺度慶祝喎。你覺得係咪好恐怖啊？即係為咗一個即係咧咁慘悲慘嘅家庭發生嘅事，你唔好講信仰，唔好講大家有咩嘅思想唔同啦。開心喎，慶祝喎，有人想紀念佢，都俾佢嗰個人都俾佢鬧喎。咁呢個世界係咪越嚟越可怕？嗰啲講大愛包容嘅喎，嗰啲人，即係咩叫大愛包容？我真係唔好明啦。即係同你意見唔同嗰啲咧，你就人哋死咗係可以好開香檳慶祝咁樣。我哋就係會睇呢個時代喎。我哋嘅力量從邊度而嚟咧？確實地，我哋係好如果我哋冇咗耶穌基督，我哋係好絕望。但係因着耶穌基督，佢俾我哋呢個救恩，只要我哋因着信，我哋就會勝過一切。靠住耶穌基督嘅能力，我哋縱然活喺呢個黑暗嘅時代，我哋仍然可以超出我哋嘅限制，可以做一啲上帝叫佢喜悅嘅事。咁唔知你信唔信？信就順服噶咯喎，順服就係多啲讀聖經，多啲去親近佢，跟住慢慢讓上帝激勵你咧去做佢喜悅嘅事。咁啊，盼望咧呢一年咧聖靈啦去開啟我哋嘅心靈啦，激勵我哋啦，俾我哋有智慧去明白羅馬書啦，讓保羅嘅屬靈嘅恩賜去分派俾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叫我哋堅固啦，叫我哋為主而活，教會合一，福音遍傳喺每一笪地方，充滿信心同埋能力嘅去改變呢個時代啊！咁我嘅分享就係咁多啦。咁咧就
好多謝大家咁忍耐去聽咁長嘅。